为了防疫，政府甲各大医疗院所拢会加开疫苗施打站，其中以辉瑞 BNT 是浓缩剂量的疫苗，接种的作业比较复杂，护理人员必须要试试、重复来测试甲摇晃，为了减轻工作人员的负担，奇美医学中心甲群创光电共同合作，开发智能疫苗的剂量分装机，甲 BNT 疫苗瓶的翻转机。希望会用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。我想在疫情的期间，这个疫苗的注射是一个防疫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但是我们的疫苗种类相当多，那这个抽取疫苗，医护人员也都是希望能够多抽一剂，多打一位哈。所以这个剂量的精准度相当的重要。那群创光电呢，他们在世界的大厂呢。他们看到他们可以帮忙这个防疫，所以就构思了这个智能的疫苗剂量分装机。那这个可以减少很多这个医护人员的辛劳。在精益求精里面呢，院长也鼓励创新，所以由林首席带队，把他的点子，把我们医护人员的工作上面的一个痛点。告诉我们，那我们群创光电本着我们是自己是面板大厂，用在的技术来帮助我们国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防卫我们的防疫体系。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可以把我们这个成果展现给国人。那我们不仅是只有在台湾，我们希望把这个做好，配合政府的外交政策，然后协助全球来做防疫工作。群创光电以面板产业的专业。提供第一线医疗人员高精密专业的医疗面板，尤其这台智能疫苗剂量的分装机，不但具有作业安全、容量的正确，而且生产的时间一致、简单操作等6大特点。不管是什么疫苗，经过面板的设定，拢会用来分装。日前伫台南市副市长戴谦的见证下，群创光电嘛将手镜设备。关进给奇美医学中心，并且正式投入启用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